小明，放下雄兵，别被他吞噬神智。该放下的是你吧？当年我们一起离开，现在也要一起回去。好啊，带我的骨灰回去吧，或者我带你的。 阿晓，我们可以回家了。生死决裂，夜宵首任挚友王小明从此一生孤勇前行。这么好的情节有什么问题啊？如果故事是要靠写死主角继续的话，是很大问题吧？你谁啊？ 老师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杨总编，您觉得呢？什么总编啊，叫老杨就行。其实现在就是有些担心后面剧情，毕竟是10几年的老作品了嘛。到现在这老作品还是总榜第一吧？啊，是，就是没问题了。您说对吧，王总？我就只有一个要求。 别老休刊行吗？休刊是为了更好的创作呀。您这一休就休2、3周，这作品容易被骂。作品蝉联榜首的事实无人质疑吧？所以又何必在意那些无聊的言语呢？总不能为了几个人就改变作品的风格吧？那就散会吧，陆老师您多费心啊。随便吧，就这样好了。 将笔下的角色命运玩弄于股掌之间，这是你的兴趣。我的故事，我想怎么画就怎么画。不够，不够，总觉得哪里做的还不够。喂，说话。 啊！你说啥？希望这一次你真的能改变命运吧。你有病吧？啊？村长。 想好要改成什么字了吗？喂，不如写“热烈欢迎玉林市议会考察官莅临毛球镇”，如何？哎呀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还不按照小明的改，磨蹭什么呢？儿子，玉林市选拔赛要开始了，可别误了时辰啊！必须忙去了。就一 NPC 还想当我老子？我可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！ 喂，送我进来的那个谁，别以为你能关得住我，我刚好可以。哎呦我去！混蛋！等我回去就改设定，把你这破烂根给蹭。改设定？干嘛呢？玉林市选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看起来完全不紧张嘛。在这儿我就是全知的神。哦。 区选拔赛连这个破栏杆都算不上，你又在说这些不明深意的话了。哎，小明，你快看天上啊！不就是考官的非洲吗？啊，有啥好看的？哇！这个角度看还真是震撼呢。小明，走。 广场考试去，这
就是我漫画里第一个关键剧情——御灵师选拔赛了。阁下，我们已经到达指定地点。准备开始。是。欢迎各位考生参加御灵师考试。第一轮考核由考生自行挑选使灵弹，孵化使灵。限时1炷香。这次只要优胜，就可以作为种子选手，直接入围御灵师最终考核。必须先挑选高星级的使灵弹，才有机会。哦，那你想选哪个？灵力波动最强的那个。果然，一切都在按照我的剧情推进，所谓男主角也不过是大号 NPC 罢了。小明，叶宵从小无父无母，唯有你待我如同亲兄弟一样。今日御灵师考试，我们一定要一起通过。无论未来怎样，我们也要一同面对。好了，小明，我们上吧。你这 NPC 怎么还自己发挥上了？就是你了。哇，叶宵选了颗灵力最强的蛋，那颗蛋从来没有人孵化出来过。他行吗？我们也不能落后。我要去选那个，快！漫画里，叶宵就是选中了这颗使灵弹，然后把自己逼入了绝境。3星的爬地龙是全场最高星的使灵弹了吧？而这颗是镇上随处可见的0星使灵毛球。男主叶宵在最后关头改选并孵化的使灵，他会用这个最弱使灵踏上逆袭成神之路。是选这个0星的，还是选这个3星的呢？终于被我找到了。按照书上说，这纹路一定是2星插翅虎没错了。不好意思，这颗蛋有主了。哎呀，多谢帮我找到了我想要的。果然还得是你呀，我的老伙计。2星插翅虎，结地。考生王小明缔约成功，2星风系插翅虎。不愧是村长的儿子呀，直接2星啊！天佑我儿呀，光宗耀祖啊！竟然有人孵出了2星使灵。给你取个名吧，大毛怎么样？小白、小红、阿虎，这也没反应。不会是个笨蛋吧？好了，那就叫你笨蛋老虎好了。各位考生注意，考试即将结束，孵化失败者5年内不能2度缔约。叶宵那边还没消息呢。他怕是没机会了。唉，有些可惜呀。倒计时，最后1分钟。怎么办？再不缔约，就要没机会了。追起来还是差不少啊。要放弃吗？不行就再过5年呗。怎么办？时间不多了，我不想放弃。小明，这小子真是越看越蠢呐。小明在用微笑鼓励我。既然我的能力不足以孵化出高星使灵，那我就从0开始努力，一定要跟小明一起
成为御灵师。3、2、1，考生叶宵，结地灵星使灵，毛球。使灵乃天地之灵，有生灵、气灵和元素之分。此外还有属性之分、星级之分。不同星级拥有不同的天赋法术与战斗形态。7星级高如神明，而灵星则卑微如尘。第2轮考试，使灵素质测试即将开始。沮丧什么？我可不记得把你教育成这种人。我一时冲动，选择了灵形。灵形又如何？没有垃圾的使灵，只有废物的御灵师。小明，你说的对，我要加倍努力练级，绝不能拖你的后腿。小明，你在做什么啊？这个蛋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在干嘛呀？主角总是要开挂的，而这颗不能孵化的榴弹，实际上是整个漫画开场最大的金手指。这是干嘛？这个孵化不出的灵蛋，是能提纯使灵血脉的神树果，吃了它可以大大提升使灵实力。灵星使灵也可以吗？当然，剩下的都是你的了。这是，小明，你去哪儿啊？去见证奇迹。比赛规则是以使灵对战，最终胜者可以获得保送至最终考核的种子选手名额。等一下，不用那么麻烦了，我单挑所有人。小明，你疯了吗？可以，这也在规则范围内，前提是你做得到。太嚣张了，小子！找死吗？早就看村长儿子不爽了。那你们还等什么？放马过来呀！兄弟们，一起上！今天我们就让他好看！说可别后悔！上啊！好好教训他！冷静！还把他放倒！我们在比赛！小明干嘛？笨蛋老虎，释放云雾吞取！小明，小明！御灵师的强大不只在于星级，而在于战你在哪儿？仔细看好了。这就是战法的实力吗？有使灵的天赋法术控场，不错的策略。不过，这披风是哪儿来的？唉，真是寂寞呀！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吗？还往这个逼装的，我给自己满分。考生王晓明获得种子选手保送资格，登船前往东极岛参加御灵师最终考核。小明，一路顺风，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一壶浊酒，笑谈风雨，这是男人的约定。阿强，我在东极岛等你。小明，不见不散。就算是爬，也要爬到东极岛去。哎，阿萧啊，你的战斗力可是我未来计划的一部分啊！你就继续走你的废柴升级流路线，慢慢升级去吧。就让这个世界的 NPC 们看看，什么才是神之捷径，一步登天。
Yeah， 我的笔下生风会说出手如火的律动，和明暗线头交错，渐渐浮现世界轮廓。即使这里错综复杂的穿浪涌动，看着说着，绝对不开玩笑。Bad move，just what do。是谁造型那么有性格，那么平和？习惯是人群之中低调秀宝的那个 Cold，I'm king， 谁能奈我如何？阴谋诡计的献丑，智内王量都不够。OK， 跟我脚步走。说字话 A 广告 ，Just go out the boom， 太多疯癫是我的 flow，No， 贵点甩甩手，尽在掌握 control。I don't know， 还要多久？还要多少次的苍空见面 run？ 所有属于我的 homie support me， 是个保持激情不节奏。整个人放轻松，让人放空，就像遨游外太空。心电你身心灵相处，掌风的力量，神的力量，海阔天空，冥冥之中快失控。诡计的献丑，智内王量都不够。OK， 跟我脚步走。Just go out the boom， 比起实力 ，Oh yo，Don't pretend 摇摇头，再说字话 A 广告。Just go out the boom， 太多疯癫是我的 flow。甩甩手，尽在